呢個貴城板塊老得嚟又好閪得人中意嘅項目，宜翠興園。喂，一下你啦！00後嘅人都仲係比較亂口，但係00後嘅樓已經好似一條老牛，加埋佢啲過氣嘅戶型，簡直令人望而卻步。嗱，就喺呢度，只有10幾年前呢啲舊樓盤先有好似公園咁嘅小區，無論人同狗都中意。小區周邊嘅商業，由於脫離咗桂蘭路嘅原因，就好似賣魚佬洗身咁，冇晒聲氣。南海中心小學加燈湖中學兩隻頂級嘅書包，就好似土地公放屁咁，十分神氣，令好多家長見到佢都不能自拔。住喺呢兩排嘅業主真係好鬼幸福，連鬧鐘錢都可以慳返，因為每日早上7、8點，隔離一環嘅貨車都會提醒你起身返工啦，閪佬。呢度係佢嘅小區，大堂、電梯、門口，128方嘅入籍面積，客廳竟然可以去到驚人嘅40個方。而更令人驚訝嘅係，佢呢個牆壁用一個酒店公廁嘅一個風格。呢條又長又粗嘅陽台真係令人好閪興奮。可惜嘅係，佢粗唔過隔離條高速。廚房嘅空間雖然一般，但係生活陽台嘅位置就俾足咗誠意。甚至乎你老婆日日煮飯，你仲可以坐喺度監視住佢啲廚藝人都進步。其實呢個入戶花園都好撚大，但係你人多，可以好似業主咁將佢變成一間房。屎坑個窗夠大，係我中意嘅地方。兼且佢仲可以一邊屙屎一邊沖涼添。兩間客房嘅空間都係夠誠意嘅，兼且呢邊呢間就有7字形嘅飄窗採光，加上呢間房都唔算好嘈。呢個主人房空間感非常好，有衣帽間，仲有2個屎坑添。放喺而家新規產品，佢都非常實誠。不過呢一度關窗係天堂，開窗係地獄。魯迅講過，越老嘅小區越識照顧人。佢呢個教育、花園、地段都可以照顧你一家大細。不過一環真係令人望而卻步。但係近嘅呢排成交價已經去到2萬蚊唔到。如果你真係嫌棄佢，可以加啲錢買入邊㗎嘛，閪佬。